潮流嘅玩意梗係 pickleball 啦，玩下啲新嘅嘢咁樣咯。係啊，因為最近開始學玩呢樣嘢，係啊，因為好多人玩啦，咁啱我哋又收到一塊拍，跟住就試下玩咯，咁又幾好玩喎。我準備緊一個新嘅角色，咁就要上好多堂啦，去學一啲我以前從來都冇接觸過嘅興趣。咁我覺得而家係好特別啊，因為真係冇諗過自己會接觸啦。咁但係當接觸咗之後，又覺得佢係好好啊。咁好希望所以喺呢係方面發展。又唔可以講話發展嘅，但係我希望可以即使完咗個角色之後啦，都可以繼續去試呢個興趣咯。而家籌備緊係啦，咁已經作好曲啦，而家填緊詞，咁希望盡快可以錄到新歌啦。咁其實自己亦都而家係好默默地咁樣上緊跳舞堂嘅，因為希望可以去有機會去表演嘅時候就可以更加事半功倍啦。咁其實今年都希望可以有機會可以做到 show，或者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度做宣傳啊。咁同埋